吹啥啦？变起啊，不该变起啊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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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，到底创啥？呼啥呼啥？搁变韩国歌，呼呼呼，呼啥？咱今日爱练歌，咱你可能爱唱歌。为什么？阮家有一只吹风机，呼呼呼呼呼呼，对啊，你看是毋是就爱呼？对。妈妈长头长，呼呼呼呼呼呼。你看我甲你合音出来有较好听吼？有。你啥表情？两秒你拢无看到伊的表情，我拄仔嫌嘛迄我水干那个，好好讲话。我头拄仔水干那嫌嘛甲伊牵过去啦，拄则伊都会加掉啦，无听着。毋是你迄个眼神伤欠拍。嘿，安尼我莫看你。对，你爱有一个用爱有无？甲你爱我的部分表达出来呢？到底要创啥？你开场。对啊，你开场啊！咱等下老师要来啊，咱准备好啊未？还是讲叫老师唱歌就好啊？嘿啊，请老师唱就好啊。对啊，伊唱一定较好听啊！我这五音不全安尼，唱甲哩哩啦啦。请伊本人来唱。对啊，咱就会当听到现场的声音嘛。嘿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拍节目。来听白边，白边。来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黑边白边好，我是黄静啊。老师你好，老师好。叫我老师吼，其实我感觉，我是较人叫我姊呀啦。妹啊啦，妹啊啦，大家拢是妹啊。好，妹啊妹啊，安尼。阮18岁，伊19岁，啊，老师你20岁。好，无我17岁。你比我较细。妹啊妹啊，你叫我妹啊。哦。咱可能有一天，若是外口咧单位讲的时阵，咱较细一个米头壳。好，想要请问老师是倒位人？我台南人。台南人啊，但是你讲话敢有迄个台南腔迄个笑歌，袂算腻有无？腻，我会讲腻，你腻啊？我会腻，腻个滴啊！哦，啊，请问老师原本敢是咧读音乐噶，毋是。我要讲英语。嘛毋是，毋是读英语嘛，毋是读音乐，但是我做的代志拢含即两项代志有关系。啥做安尼？啊，我原来其实是读大气科学。大气看天气，看天气，看天气。啊，你咧无去伫啊？即摆为大家报送的是明仔载天气。中英转大，即句加掉。啥物啊？无啦，你听无？渔业气象嘛。哦，中英海英的，歪加，加掉，老嘞，老嘞，好笑啦，好笑啊！因为我读的是大气科学，台啊，我伫遐拄着猪头皮，朱玉信，伊是我的大学的同学。对，安尼大家就知影我的年岁啊。老师你即摆无重要，老师你即摆是咧跳地，你是要偷讲第4条对吧？毋是啊无，因为我就安尼刷落去啦吼，无要紧啦吼。你拄着伊吼，嘿。但是我细汉就有学钢琴，你嘛爱唱歌。哦，学钢琴是兴趣，一直学到差不多国校6年。哇！啊，本来阮兜要栽培我去读音乐，嘿，啊，我会当做音乐家，但是练钢琴做迄个做艰苦诶。老师敢有摕迄小丽的砖头啊有无？无啦。手叫我滴。啥恐怖啊！无，阮老师对我袂歹。哦，真诶哦。嘿，啊，我嘛有去参加比赛呢。我细汉大了袂歹，但是即马大汉拢已经啊，就是甲你讲练钢琴做忝啊。人要做甲家，什么音乐家，什么指挥家，迄拢爱做认真做投入，嘿，都爱拢用足侪精神。啊，我就是迄种较懒惰，较爱耍啊，但是做爱音乐啦。嘿，啊，你拄着迄猪大，恁感觉好？恁敢有好问伊？啊，袂，阮也袂甲伊用。哦，伊可能无啥好用。阮无讲哦，迄你讲诶。我会当帮你用，好了，阮这伊是别个科系，无啊，伊就是阮迄系啊。伊嘛是大气系。对啊。哈，猪大遐是大气啊，但是咱今仔无爱讲伊。哦，咱莫讲伊。恁等伊来家己讲。好，伊的故事更较精彩。哦，安尼听讲老师你个有咧做翻译的这个工课，他拄仔你问我讲，敢是读英语嘛？毋是，但是我即马嘛是做翻译，嘛是英文翻做中文诶科普册。
科普册，嘿，科学的迄种册。哇，科学是安怎普开始及的册接到这个翻译对啊的你的头路？业界人生。这袂当算，想起这袂当算头路啦，因为老师爱先唱一段业界人生，这才继续。你唱，你唱，不带凶。你要互我歌词，我不要唱，我等下唱我家己的歌啦。好，业界人生就是翻译，应该讲业界，不是对业界哦，是业界翻译嘿业界。我开始翻译是我去到加拿大后。嘿，因为我伫台湾有熟悉一寡朋友，伊知影讲我伫遐用用，知影讲我读大气科学，所以伊摕着一本册叫做和魂有关系的一本册。魂魂灵魂魂天顶的魂，天顶的魂。我知啦，我跳讲的啦。所以伊就问我讲，我敢有兴趣甲翻译？我讲好啊，这我的本图啊，所以我就甲摕来试翻，伊看讲伊袂歹，所以我怎这我的第一本册叫做《看魂趣味的趣，看云去》，就是我的第一本的翻译。嘿，卖了袂歹，翻译嘛袂歹，所以后壁佫有愈来愈侪本，就翻译到即嘛，翻译到即嘛差不多得要20档啊嘛，翻译到差不多有得要20几本啊。哇是厉害那呢厉害啊！老师加拿大敢够有位，我敢会使去。看你要去遐创啥？去遐我要去恁兜坐者，来坐，欢迎来坐。我敢会使去找阮听友台呼啊，加拿大的科里交有一台啊，寡加拿大的你听友甲你遐粉丝就会去恁兜嘿呀。就会来阮兜开迄个粉丝见面会。要死，好刺激的啊！主管，你有听到无？迄机票啊，我们要出差啊，我们要去加拿大啊，要请款哦而且迄加拿大甲美国迄边有一寡就是讲台语的团体，有，阮有对吧台湾同乡会。然后你就是迄个会内底的人呀。我是北美洲的台湾妇女会的会员，哦，会员尔。你做会长我就去啊，但是台湾同乡会的会长嘛是我的好朋友。嘛是有阮啊，阮参加有一个合唱团叫做白灵溪合唱团。知啦，阮拢知啦，阮拢真有名了嘛吼解，对对，哇，老师厉害呢！哎，咱要去加拿大啊，来咱啊也免 call in 啦，阮直接飞过。来摆时间，来摆时间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老师你后尾写歌甲即个做翻译，你感觉两个之间敢有啥物互相影响的所在？我是先写歌啊，对，是，因为我头仔讲受着猪头皮的影响嘛。对，嘿，阮伫大学的时阵，我知影伊写歌啊，我就讲好啊，无我来嘛来写看觅，我就写歌，伊帮我做 demo，就两个安尼。讲写歌就先哦，好啊，我来写看觅，就写得出来啊，就写出来啊太厉害哦！这敢有啥物困难？然后哇，耳龟更轻，无，主要是因为我较早读册拢无咧讲台语嘛。对，我按大学因为拄着猪头皮，开始讲台语该捡倒来。哦我捡倒来的方法就是写歌，虾瓜，哦，所以算讲一种练习，结果就写了有人爱听，就愈爱写。啊，老师你的歌咯，拢是写什么款的歌？我的第一条较唱的歌叫做《这条歌》，这条歌，是凤飞飞唱的。凤飞飞，恁敢知？恁敢生出来啊？ 18岁还未生啊？恁敢捌听过伊的歌？凤飞飞，好好爱我啊！伊唱做济，伊唱做济台湾民谣啊。真的哦什么底多位嘿？啊，伊有一条歌想要弹共调。有听过，有听过。啊啊！心内想要甲伊弹共调。有这个听过，这就哦那这是我就是会唱的。对，我就是放伫伊迄张专辑内底的哇第一条歌甲第尾条歌，叫做这条歌，哇，那是我的出道的第一条歌。足厉害呢！对啊，做幸运的，做好运。对，啊是安怎会收到这条歌？凤飞飞，哦，迄就爱感谢咱即马的文化部长小野，哦，文化部长小野嘛，嘿嘿嘿，嘿，伊就听着即条歌，迄阵拄仔咧制作凤飞飞的专辑，对，爱就甲即条歌放入去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啦，嘿听起来老师，才情，听起来老师伊是我的贵人，伊是我的贵人。哦，啊，即条歌佫有
吴念真导演，哇喊我做伙，甲我的歌词小可老师，改。你即摆已经互阮写入去贵人的铺仔内底啊！阮老以后要找啥人讲，老师你即边敢有迄什么什么什么？你已经是变成阮的阮上大的贵桂林就是即位，哦，等下较讲。伊讲英文啊，英文，伊就讲英文啊，伊无讲台语。毋是伊台语敢会通？哎呀，加减会晓讲啊伊，有法度讲30分钟无？完全台语可能无法度啦。可能无。伊到英语嘛无法度啊，伊英文语足够的啦。但是伊到伊的名都好安尼。英文嘿，伊毋是合作英语，伊是合作英文。对对对，但是伊若要甲阮讲30分钟的英文，我嘛是无法度啊。无多无你多，可能当遐错。写歌是主要是家己想要写的，但是翻译是人叫我翻的。对，嘿，啊，互相影响是讲，拢是一种创作。是一翻译嘛是创作。是啊，你是一种有人的文字做本体的创作。哦，但是毋是有人讲敢听有？有，但是毋是有人讲翻译，就是你爱想办法去想讲迄个原本的作者是啥物意思，啊翻甲真大数，所以其实袂使甲家己翻译的人的想法加入去。有一派讲法是安尼啦。无毋对，你讲的是对的，但是但是你咧想即个字、即个词，你要安怎翻？迄就是你爱一种创作。对啊，迄就是斟酌嘛，是讲安尼较好，啊讲安尼较好。对对哦一个英文字本来就无共的意思嘿啊啊，嘿啊，所以这嘛是一种创作啊。哦，对我来讲啦，所以像写歌，你较自由，你爱安那写拢对较安那写，无 image 的迄种迄种迄个，一个倾啊，你爱安那就安那。但是翻译有较自由啦翻译就是有一个本体，你袂当超过。哦但是即个本体内底，你就会当自由，你就会当自由。敲只要你讲的是伊的意思，你莫讲黑白讲，莫当遐家讲做变做是家己的创作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啊嘛莫讲翻译毋对，讲人是讲 A 啊，结果你翻做 B 安尼就袂使。哦，但是你翻过了，有人会甲你看啊，对吧当然啦，编辑的迄个把关哦，会顺，所以编辑的英文嘛最好诶。当然啦。伊爱知影本来的意思，伊较知影我翻了对啊，毋对啊。哦有时伊佫会帮我改啊。真诶哦，哇这就是编辑的工课。编辑厉害哦。失敬，连刚来访一个编辑好啊，我已经头壳底有想到一个人啊。因为编辑第一个选册嘛是伊选，对啊伊经人翻嘛是伊，对，啊最后甲伊改做出来的迄个版本，哦，嘛是伊就无用诶，所以编辑最重要的哦。咱是毋是到今仔未访过编辑对？无，我头壳内底已经有一个人啊，叫迄个人来。啊，我感觉是害着伊。袂啦，好，安尼即条我会使啦吼，听起来是有有迄个有影响啦。互相影响。对，就是你伫咧迄个自由之间，我是甲会当甲讲，这拢是一种创作啊，互相影响。哦，比如讲我咧翻译的时阵，翻到一个主题，对，啊，我可能会互我啥物灵感，啊，怎写一条歌，安尼敢敢有算？有真大影响，咱来小可影咱来创作创作。阮迄工问迄玉桥，讲你这学这啥啦学的哦，啊，就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你这安怎翻的？啊，就安尼。哦，谢谢吼，谢谢这天才的朋友哈。啥物伊安尼回答吧？毋是咱来宾回答，就是哦吼，我无法度。哦，我对袂着。老师你嘛是你莫骗。我拢做认真咧回答的呢。无啦，我是甲伊减落来，伊嘛做认真咧回答的啦。玉桥，伊的名足好听。玉桥，对啊，玉桥，啊，伊的声嘛足好听。对啊，我拢叫伊甲我骂，叫伊啥？叫伊甲我骂啊。哦，听伊甲我骂了会做迄个。做爽诶。我不要讲迄字。伊嘛袂甲我骂，伊就是。伊骂起来，你嘛感觉足舒服。我叫伊甲我歹啊，拢歹袂起来。我嘛是即种人。阮即届叫伊甲我歹，佮歹看，老师甲我歹看觅。你开使安尼，你问讲你创啥？你开使讲即种话，你互我足伤心诶。无，你这是情绪罗链。老师听有情绪罗链无？你莫搁安尼做啊，好无？安尼对你无好哦。完全无歹。情绪罗链。你甲问讲，你哪会使安尼啊？就安尼就好啊。对。你开使安尼咧？伊咧塞奶。所以我就是袂歹。无好，老师平常拢安尼对无？嫩娇娇安尼。哇，老师有气质诶。我伫阮兜，我哪像我？我若骂囡仔嘛是。恁囝应该袂惊。
袂记，妈个你嗨呀，完全袂记。妈个你塞奶呀，对，我是用塞奶的，真的。所以是后生，一个查囝，一个后生。啊，恁敢有好过？啊，恁查囝，哇，恁查囝嘛做奶的对无？袂，伊就讲妈，你莫个遐幼稚啊，幼稚。啊，竟然安尼哦，嘿，老母真古锥呢。我伫阮兜，我算是上幼气。公主啊，公主啊，听出来啊，听出来啊！毋是公主，我是迄个查干啊。好，头仔讲到灵感，即个台语台有授权2条囡仔歌，想要问老师，就是当初即2条的灵感是倒位来的？授权敢2条吗？敢若3条，三条啊4条呢？3、4条哈。这无人甲我讲诶，都几条啦，几条。对。啊，咱今仔日要介绍明红甲黑，明红甲大近视，迄是旧歌，对，迄是旧的歌。啊，搁一个，搁有一条叫做热天的味。热天的味敢出来啊？袂出来啊！还是讲迄是上一季，迄是顶一季。阮是讲即季啦。安尼可能就是3条，啊，搁一条是吹风机，是我和女导做伙写的。对。咱即马是要讲吹风机，因为吹风机是女导先写词，先摕互阮看我有介意无？啊，我一看到这有够赞诶，就做有画面啊。啊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写台语歌，写台语囡仔歌，春天伫倒位嘛，是我大家较知影的一条囡仔歌。是女导有听过阮的歌，伊就甲即个歌词互阮看，啊，我看着足介意，所以我就甲伊写出。所以你是伫线顶用安尼？无，这阮是有见面，有见面，嘿，阮有见面。所以你就伫遐呼呼呼。我就看着呼，好做趣味，竟然吹风机会当写一条歌，有够好笑。所以老师，你的台语创作受到低头辈大哥的影响，就讲甲拄只尔对无？你无爱个讲落啊？讲来做长。啊，你无你甲学了2句，安尼阮连刚要甲伊招过来时阵，讲老师有甲伊就是我的贵人啊！我若无伊，我就袂入来即个音乐界啊。真的哦，啊，你敢有就是做音乐时阵拄着啥物困难，甲伊要求斗相共还是啥物？还是某一工伊常甲你讲一个物件，你安尼叮，啊，就规拢通去。伊会甲我讲，你写一条啥物货？因为以前阮捌做过一张专辑叫做《杨贵》。杨贵你敢知影？鹅妈妈出价作家，嘿，杨贵杨贵作家一张专辑，啊，内底伊叫我写一条歌叫做《春耕关袂掉》，所以伊嘛是会指定歌互我做。啊，大部分拢是我做好，啊，讲同学你来帮我做 demo， 爱着弹吉他，啊，帮我录音。这可能爱到一个坎站，才会使甲你指定歌哦。伊迄阵就已经做制作人，啊嘛已经有讲迄个。唱片公司甲伊签。老师啊，阮后壁嘛想要做一条歌，来做啊！你甲歌词写出来，我甲你做歌，迄毋遮简单，迄毋遮简单。老师，你袂当就是有灵感啊，歌词甲，比如讲你个黑白边，什么，啊，黑白边，你就开始写词，啊，我就甲你写 rap 啊，甲你写一条歌。听到面我恁讲咧，老师要来互阮问进前，伊甲阮讲，我有听过你的节目哦，啊，阮来紧张甲，我想要喜欢伊有听过你的节目要安怎？但是刚好就甲老师黑白讲生笑，结果老师来了，无这问题，比恁更较 crazy， 无啦嘛是无啦，阮有较羞啦，因为毕竟老师是一个水水啊、古锥的公主安尼，我袂使甲我笑的迄边甲伊练出来啦。尽量啦，无要紧，因为我受到低头皮的影响，大概若还没做伙受访问嘛是安尼笑甲变过。阮嘛心理准备还袂做好，阮惊伫老师来的时阵，阮遮规个变起。迄个厝遐的迄个规个翘起来，外口个人咧上班呢。会走诶。阮之前有一届就是伤激动啊，外口上班的人有来抗议啊。真的假？这毋是有隔音？无讲介好，就是有因为迄塔门啊，拢薄薄的，壁薄薄啊，所以爱开修一个。甲我鸡毛共款薄薄，拢缀迄个卡片尔。电话卡100，一张信用卡就够。即摆听到没有感觉知影迄1张100的电话卡是啥物物？哦，你有经过迄个阶段哦？无啊，迄工去好不管看着诶。老师我18岁尔，我无等了袂歹，等了袂歹。好，安尼想要请问老师，你拄则讲着吹风机，啊，恁就是见面了，啊，恁咧讨论迄个歌。啊，伊怎甲我讲？老师啊，无你甲我写一条歌，我就写互伊。所以伊摕互你看的时阵是安尼。
来，咱来念一下这个歌词。阮兜有一支吹风机，呼呼呼呼呼呼。安娜，老师帮我控制，我本来想讲我要念，好继续，呼呼呼，所以伊就写呼呼呼呼呼呼，迄就是伊家己写。恁记没准是伫遐呼呼呼。啊袂，迄阵刚看着书尔，啊袂开始想迄个 melody。对啊，我等下就哪念，啊，即个顺序有无小可无共款，我有甲遐人的顺序有甲改变，因为为着迄个歌较好听。啊，我即摆是要念还是要唱？当然嘛是爱唱。我拄则是想讲我念者，啊，无你念老师唱者。好来，歹势啦，无你先念。我爱念嘛，老师直接唱啊，直接唱落去，唱落去。你拄则拢已经念出来，我真正佫念落去，我就漏气了，你知无？老师直接唱出来啦。阮兜有一支吹风机，呼呼呼呼呼呼，妈妈长头鬃，呼呼呼呼呼呼，爸爸低头鬃，呼呼呼。呼呼呼，阿嬷白头鬃，呼呼呼呼呼呼，阿公无头鬃。安尼毋免呼，阮兜的lucky 嘛要呼呼呼，吼吼吼，呼呼呼。啊你咧，我无爱吹头鬃，哈哈哈。真正就够水咧，做画面拢出来，做符合你的个性的啊，你做适合的啊。无，我想的时阵的内容就是一家伙啊，伫遐咧吹头毛，因为妈妈长头毛嘛，所以呼呼呼。啊，有一个 bug 呢，安那一般一间厝内底敢若一间便所尔，无可能大家做伙事。无啊，着妈妈吹的时阵是安尼，啊，爸爸吹的时阵是安尼。啊，我迄阵咧写的时阵，本来有想讲要搁互伊一个变化，因为妈妈长头鬃嘛，爱吹较久嘛，所以就爱妈妈长头鬃。呼呼，爱呼较长咧，爱呼较久。啊，爸爸低头鬃，呼呼呼呼呼。本来想要搁互伊一个变化，啊，但是阮的制作人就讲安尼伤过麻烦，囡仔会搞不清楚啊，所以就安尼拢互伊共款就好啦。囡仔就是爱迄种共款的。囡仔就可能按头仔听到尾，敢会记个呼呼呼。对呢，囡仔歌咯安尼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。会记得安尼呼呼呼呼呼呼就好。啊，佮迄个狗仔的部分，阮兜的 lucky 就是阮兜的狗仔嘛。lucky 是恁兜狗仔，你偷偷甲恁兜的狗仔无，这是女导因兜的狗，这是伊写。偷偷甲伊的狗仔放进去。嘿，伊讲阮兜的狗仔，阮兜的lucky 嘛要呼呼，因为伊这门嘛是爱吹互兜嘛，所以伊嘛要呼呼呼，啊，伊个吼吼吼。因为伊会叫嘛，对啊，恁讲狗仔叫，恁拢安怎讲？汪汪汪，迄是华语的讲法。阮这汉拢讲闹闹闹，嘿，啊，佫有较正确，敢若讲是嗷嗷嗷，还是吼吼吼。有啦，咱有一个听友有写批来，对，伊写一个狗仔叫声，狗仔叫声，佫有其他国家的叫声。对，woof woof。对，哦，woof 是做做者，伊写做者哈，阮看头做听，因为。因为阮要念，阮拢无确定讲阮念的是。所以阮迄阵咧想讲即个汪汪汪，因为我本来是写汪汪汪，对，敢若女导嘛是写汪汪汪，但是汪汪汪是华语的讲法，啊，所以阮怎个去研究看是要吼吼吼，还是嗷嗷嗷，还是闹闹闹，但是最后就用吼吼吼。有啦，有迄吼吼叫啦，有听过，有吼嘿，这就足趣味，加一个狗仔叫声就做这种无共。而且这是中声词啦，那我会听嘿嘿。狗仔敢会嗨嗨，嘛是会哦会哦会哦。狗哑巴吵呢，猫嘛哑巴吵呢。毋是因为吹风机的时阵，你爱去用关掉咧。伊会生气。吹风机做大声，伊就连叫伊陪我啊。这条歌已经做出来。这条歌人的迄个 MV 做甲足古锥的。有。老师拄仔你唱到第二句的时候，我拄仔想，你知我头壳内咧想啥？想啥？我想，刚才唱到这句，这版款像诶，这咱诶，是咧，毋是 PTSD， 你知影？老师，阮这即摆唱歌的时阵拢做惊，你会惊，互该当唱一句。做惊去用迄，就是着阮唱一句，还是讲唱到哩哩啦啦无成迄句，还是10个秒以内。原来你是调工，毋是。
袂当伤成。对啦，你歌手是你绝对毋是安尼。好了解。所以你拄唱第三句的时候，我想讲，这个版权哪像阮的呢？啊，你要加掉的，做这嘛伫遮，你加掉，什么加掉？迄阮的人唱咧，你无问题。你本人写，阮词是阮台的，啊，迄你本人唱的，我烦恼啥对吧？后尾想讲，甲唱我了啊！好啦，听到的朋友，较紧去看咱的 YouTube， 啊，较紧学即条歌，对，啊，敲电话你来唱互黑边白边，免卡一摆，伊即马传讯一来，啊个甲我即马讲的是古早讲法，迄个电台讲口音，来，咱来接后一通电话，来翁仔卡一摆，翁仔来要唱歌。你知影我叫做翁啊？我嘛有呀，你这个有。我以前是上尾字啊，我以前伫电台主持一个节目，我就是叫翁啊姐姐。真啊，翁啊姐姐，听起来是翁啊姐姐。对啊，翁啊就是迄个翁啊。哎呀，无人生了水嘛，有先翁啊。不，我迄阵就是会有想到即个谐音，迄个音做接近，所以台湾人放弃海已经太难啦，伊太难。翁啊，就是翁啊。哎呀，哇！啊，我迄阵就是含恁做诶工课共款嘛是主持人，啊嘛是邀请来宾来开讲。哦，我无你啊厉害啊。有，迄嘛接电话？无接电话。但是阮是做现场。你听起来都想要接电话。阮是做现场诶哦。阮嘛是现场啊，但是阮做现场无法度，可能会伤差。哦，而且做现场迄资源爱较济，是，对，因为你迄电台嘛，而且你即个时间嘛较歹安排，对，嘿呀。所以即摆就是无要紧啊，阮遮就是新的时代，网络这部，阮是网络做的。网络哦，阮古早个还搁咧电台做，有阮即摆线顶有一个听众，伊嘛是电台的，啊对啊，叫你有听到啊对啊，伊是优台的啦，伊有做 podcast， 啊伊即摆伫迄。伊是啥物讲？哎呀，莫甲伊替讲，莫替拍广告，优台，莫替拍广告啊！伊伫另外一个电台，对，做节目，啊伊甲友人嘛有主持，啊因主持的节目佫有囥伫咧 podcast 面顶，顶解我嘛有放伊啦，但是迄因真无来，阮就不爱甲伊拍广告，爱甲伊收钱。袂当，啊对啊，发票寄过啊哈。哦，好。除了囡仔歌，老师阮嘛佫想要听你唱别条歌。恁要用点的，还是我甲伊讲？你家己讲啦。我拄则用点3条，老师拢袂晓。哎呀，我甲伊讲出来。迄阵我都还袂生出来。你竟然拢遐老的歌，我哪晓？是咯，都想讲老师即个声音，我即个声线啦，唱迄拜请一点做趣味，叫老师无听过。我要唱啥物货，恁有听过？老师你莫管我，你就是我唱大金丝好啊啦。你想要唱啥就唱啥。我要唱大金丝，因为大金丝嘛是即3条内底其中一条。好，老师你等下唱一个大金丝，还佫唱一个别项的。好啊，唱一个毋是囡仔歌的，互大家听乒乓者安尼啊。好，所以讲你是一个公主，是一个翁啊。好，我先唱笑大金丝。好。大金丝看翁仔车，行路弄着一个老阿伯，真是咧，哎哟真歹势，我真正毋是故意的。大金丝看翁仔车，愈看愈入迷，无小心弄着电火条，摔一个红龜粿。唱一段就好啊啦。好，无问题。老师是安怎是摔一个红龜粿？因为摔着尻川红，哦，敢若红龜。敢是阿嬷讲的。因细汉无安尼听，无听过呢。阮细汉我就是听阮爸爸讲，讲摔一个变布。红龜粿，摔一个红龜粿就是尻川怎红红啊。哇，就够水的，够水噶啦！即摆囡仔可能无连红龜粿是啥无食过呢。你敢捌食过？有啊，我最爱食红龜粿，一定爱包土豆啊！嘿，啊，即条歌就是可能我写的第一条囡仔歌。哦，这你的第一条？可能是，因为实在足久啊，我嘛袂记得。写的歌伤济啊！好，老师竟然唱一条，毋是囡仔的啦，我想要听一条，我要笑路的啊，笑路的。无啦，我袂讲的啦。你想要唱啥唱啥？看月娘，看月娘，伫天顶，遐尼水，遐尼光。老师向我都唱起来。看月娘，看月娘，伫天顶，你到底你涂骹
有我，好唱一把就好。哇，有过关无？有，这是我第一张台语专辑的主打。哦，我捌出过一张台语的两张唱片，拢台语的，拢我家己写的歌。哇，第一张叫做《看月娘》，对，第二张叫做《生活是一条歌》。哎，第二张的就嘛唱一两句好。细汉的时，牵伊的手，讲海牵手。天真的模样，搁水甲忧愁，不知通忧愁。风飞沙扬着伊的目睭，爱伊流目油。日头擦着阮的目睭。爱阮流目油，我听个流目油啊！我足久无唱，无要紧啊，这阮就是现场就是安尼。敢听有？听有，日头擦着伊的目睭，害阮流目油。对，去 YouTube 找，还是去什么 KKBOX， 任何的数位平台，音乐平台拢有。哇哦，厉害呢！哎呀，好啦，有算做着广告。有讲过，你上着工商服务嘛，爱甲咱做一个啊。有啊。老师来，你甲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咱即摆囡仔歌是当时咧播送。有，就是大家看电视，就是拜六的5点半会播吼。啊，若是网络，就是咱的迄个 YouTube 拢有嘛吼。啊，公司 Plus 嘛。对，啊，搁有，就是我头拄有讲着春天伫倒位，是阮的第一个迄个音乐专辑。对，好，我头拄讲两张是我家己的个人的大人的，但是春天伫倒位是囡仔的。对，今年拄好20岁。是，20岁比咱较侪岁呢。恁真正拢还袂生出来。啊，迄当阵出来的时阵，因为迄个市场较无类似的迄个囡仔歌，大家听拢是啥物天乌乌啦、西北风啦吼，遮个歌。因为搬去伫加拿大，啊，我就足想要互我的囡仔会当讲台语，所以我就伫遐写歌囡仔歌，啊，佮加上我古早佮较早写的歌，甲伊集做伙，然后变成一张专辑。啊，这张专辑到即摆已经20岁。是，哇，无简单。嘿，啊，伫前几当阮伊个改变做亲子音乐剧，会当演戏，啊，嘛有做一个绘本，佮较早佮一个绘本，所以即个 IP 已经转译几若遍啊！哇哦，趁真侪钱，无，阮即马做这拢辛苦的，拢是做趣味的，拢是趁爱心的对啊，拢是用爱发电的对啊。你讲到遮，我特别流目油啊！我你莫讲，啊，即个音乐剧有可能今年会伫迄个新的儿童乐园遐有一个剧场，可能会伫遐做定目剧。可能伫遐演出，可能，希望会当真正伫遐安尼一直演落去。对，当一直演落去。啊，今年我嘛含一个我一直合作的谢汉克老师做伙出一张新的专辑，叫做《大家爱宝贝》。大家爱宝贝啦，就是老师相片面顶迄本册对无？对。嘿，啊，这本册还有得到咱的英文，会推荐。对，册店拢买有啊。哦，新专辑内底有这条歌，有这个面顶买当买着这本册，拢会当。哦，而且册内底还有老师家己亲身念的 QR code， 互你去扫者，你会当听到咱小公主的声音嘛？啊，小公主，咱红仔公主啊，叫红仔公主啊，今日开始你就是红仔公主啊。多谢你互我这个名。大家爱宝贝，这个专辑内底嘛有吹风机。哦。嘿，嘛有这条歌。讲到吹风机，我想要问恁拢坐咧吹头毛，还是倒咧吹头毛？有人倒咧哦。哇，你问伊对啊。我最近都病大，我拢倒咧吹头毛。当然是徛咧啊。因为我之前要关头毛，所以头毛都长诶，甲腰你知影？啊，你徛咧吹手就酸诶，所以尾后我拢倒咧。倒咧，爱怎安尼吹？对啊，倒咧安尼吹，爽，真趣味。手较袂酸咧，因为你看你安尼倒咧阵，手会使囥你诶面床顶。
真趣味。在讲是这样。嘿，我嘛即马搁咧下完，咱即马吹风机嘛有做过啊嘛。后一条敢是要电视机啊，电冰箱啊，什么？我想要电风，电风，吹电风嘛是对啦，大家会当出题目互阮来写啦。哦，老师你若有欠迄配声啊，是讲欠迄边啊吵，是配伊咪你会使找阮。我嘛要下完，我想要伫节目一条出面，迄几秒内底出现阮的声。好啊，你拢来下完。好，你讲我就做会到哦。好，紧甲老师放伊走伊，我惊伊等下起笑。无啦，因为我确定还有迄个别的约会。对，今日真感谢老师来接受阮的访问，阮知影囡仔歌的趣味台，佮知影阮这个翁仔公主也趣味台，真感谢。讲袂完啦，连刚替你做一个节目。好哦，就是你定定飞转来哦。这你讲的，你去甲女导讲哦，你甲女导讲啊。有哦，我头拄仔有咧甲暗示哦。好，咱你这集出来时阵，你搁放互伊听，你甲伊讲，上尾几分钟的时阵，你搁听一个。好，差不多会当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注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好啦，多谢。耶。